年份尾數8嘅人咧喺個月份咧就係過去嘅努力同埋專業嘅意見啦，即係表現啦就被獲得肯定。咁所以喺呢個月裏邊咧有機會係會升職加人工，有機會咧可能因為你嘅能力太好啦嚇，所以啲老闆啊 team leader 咧就會派你去做啲更具挑戰性嘅嘢。可能你會覺得有啲煩嘅，無啦啦多嘢做咗，咩責任大咗。咁但係處於佢哋嘅角度係因為睇好你嘅能力啫。同埋我會覺得呢個月份咧就係累積口碑啦、經驗啦，即係一個好好嘅月份。所以好好去加入啦。喺財運方面咧，就係呢個月份財務狀態係比較良好啲嘅。咁正財收入就穩定啦，投資方面咧亦都有額外嘅收益。咁全部嘅財運方向都係向上嘅。咁我諗呢個月份咧唔算叫做要太進取，即係都係偏向保守。咁我諗喺呢個月份裏邊，如果你想學習下理財啦、投資，都係一個好嘅月份嚟嘅。健康方面就狀態良好啦，咁基本上都冇咩特別嘢要你去小心噶啦，反而係心理啦或者叫神經系統嘅嘢。神經系統咧就係有時可能會令到你瞓唔着，即係你知啦，即係有時有啲人心悸都係神經系統嘅問題。學下啲身心靈啊、冥想啊、打坐啊，即係咁樣咯。感情方面咧就係喺平穩中略帶考驗。咁如果單身嘅話咧，就係因為個內斂嘅性格啦嚇，搞衰咗嗰個緣分啊。咁所以咧，我會建議咧就係如果單身嘅人咧，你都係要主動少少。有伴侶嘅人咧，就係最重要咧，就係理清伴侶嘅訴求。總之，我覺得咧，大家咧攞出嚟去講，如果唔係咧，好驚咧就係嗰啲叫小事化大，即係啲嘢一發生嘅時候攞出嚟講，咁溝通多啲，咁我覺得咧就係最好嘅。